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探讨这个停单红灯的时阵，飞手机啊会杀你无？参法官的见解拢无相共哦。有一个案件，一个姓孙的女子停红灯的时阵飞手机啊，但是当时伊的车是停咧，无驶震动。台北士林地方法院的法官判讲安尼唔免罚。 但是其他法官认为讲，等红灯也是驶车的过程，所以用手机啊也是爱罚。两种的标准要安怎来解套呢？民众的看法嘛无共款。停红灯看一手机啊，就算无敲电话，干那背一个，安尼敢有违规？伫法条顶的解脱，法官的看法无同。有法官认为开车看手机啊，只就要3秒。 若是时速60公里，3秒就会开50公尺，等于这50公尺拢无咧看。毋过停红灯的时阵无咧驶，看手机啊，到底爱罚无？士林地方法院一位法官认为，案件当中的小姐等红灯的时阵用手机啊，当时车无咧震动，前后较无10秒，而且远警告的时阵，伊嘛无摕手机啊，认为无算妨碍驾驶安全，无违规。台北市交通裁决所不服，提起上诉。 还是不要滑的比较好吧，因为那个车辆会比较多一些。只要一不留神的话，你还是会影响到前面的状况啊，或者是。觉得还是不要用比较好，因为有些人一用了就忘记已经绿灯，那整个后面就会阻塞。有民众认为应该罚钱，停红灯嘛算是伫行驶过程当中，要是爱观察司机状况。不过嘛有民众认为停红灯看一下手机啊，就罚钱，伤过严格。如果有急事的话，可以使用啊。对，有时候真的临时有急事的话，还是需要啊。对啊。可是你不能一直看，只是可以就是瞄一下而已啦。你停在路中央的话，你移到旁边，其实也蛮危险的。因为车也没在动啊，应该太久才要罚。停红灯的时阵用手机啊，到底敢有算违法？法官的看法嘛拢无同。 提醒民众，若是无想要防罚钱，停红灯的时阵上好是先莫用手机啊，等停去路边的时阵才看，安尼才会使真正避免有争议。那是你女。